就是到每班的9点前都就那个，然后就到我搞活嘛之类的。那个我最多那时候点前一把我们这他个家庭我那红酒杯，我好过这些，到东家感谢。耶稣，只要主拉萨给在路，路好路上没来，只有我下那主要在，耶稣那有好路可飞，那里发现好这路线，只愿有。Love.